祝大家健康，心理得福。嗱，1月份數3提示節咁樣講，每一人做錯都犯到上帝嘅法律。嗱，每一人世間呢行到唔對嘅路，都犯到上帝嘅法律。係咪嘅犯到呢？你啊乜人差唔多做錯呢？你嘅心裏唔有原諒人，你嘅心裏唔感恩人，你嘅心中你的降拜人。一個心中你啲要唔感人嘅心，就尋人唔有謙卑，佢都係跌落罪惡嘅方面。嗱，每一人心中你啲係樣人都犯到上帝嘅法律，但係呢一個1月份書3至5節樣講是家啲，你分明你啲樣上帝透過耶穌基督來獻出了嘅個心，為了乜嘅？為了佢出場自家嘅罪惡嘅方面，在家內中冇罪，在埋晒嘅內中呢，都係在耶穌基督嘅內中冇罪，佢冇罪嚟到世間，就能夠出場自家嘅罪，就能夠擔自家人類嘅罪，自家人類世間你喺度有罪，唔有解決人類嘅罪，即單向上帝冇罪嚟到世間你出世做人類。但係佢哋100%冇罪，嗱佢真係有解決人類嘅錯，解決人類嘅罪，係咪透過佢嘅犧牲，透過佢死在十字架嘅，佢擔自家一切嘅罪惡嘅方面，自家嘅錯處嘅方面，係咪人要謙卑，要相信佢，要信任佢係一個上帝，係一個救主，你做嘅一個人啊，一個罪不佢解決超，自家屬於義人，心裏相信。口裏信任耶穌基督係一上帝，係一救主，即刻出得到上帝嘅恩典。嗱，謙卑嚟信任耶穌基督係一救主，係一上帝，你先得到永遠嘅生命。主祝福大家，阿門。